李克先生佢在生人嘅时间经历了个太平洋战争嘅末期，因为佢係1934年出世嘅，故所佢接触到一些嘅人物。不过呢，佢學校地度開始來讀書，主要做係中文嘅教育。佢在一個小學畢業之後，佢去讀嘅係一間老一個學山嘅禪師科，咁樣嘅一個學校在太湖。後來呢，佢也去讀過了個太湖嘅農教。不過呢，對佢來講，佢感覺了並唔係佢嘅興趣。後來就在先生嘅鼓勵底下，佢考了個當時對貧困人家挺好嘅一個出路，就係去讀師範學校。佢考到了個新竹師範學校地位，對李克來講，也係佢非常重要嘅文學啟蒙嘅所在。因為在呢一篇佢講，佢接觸到非常多當時來自中國大陸嘅所謂嘅外省先生。呢啲先生事實上學養都非常好，有非常多，甚至係做得比講係大學教書咁樣嘅等級。佢在呢一篇呢，比方講郭文先生、朱壽賢、周小賢老師，還有在一個美術方面，作為台灣非常重要嘅前輩嘅畫家李澤藩教佢美術。另外呢，佢也接觸到呢個哲學佢有個歷史先生佢係應順法師的弟子，故所佢非常早就接觸到呢種哲學。另外在一個心理學方面，也有一個非常重要嘅教授，到陸俊岳，也就是作家平路的父親在呢篇呢，佢就開始來對心理學開始產生了興趣。李克先生講，因為有一個外省先生，來自大江南北嘅先生，也有台灣本土嘅一種美術佬先生，也就冇相同嘅多元文化嘅一種滋養。對19世嘅佢來講，就開始形成了佢對文學嘅興趣。佢在讀師範學校期間呢，就開始來寫一個古體詩，也寫新詩，也有寫一個散文甚至有一個做放一個古體嘅詞。在佢19歲、20歲左右呢，佢就開始來創作，也是發表。所以講呢條少年時期嘅一種習作你就看出來佢係一種非常早慧的文學心靈。在咁樣一種多元文化嘅文學嘅啟蒙，到後面呢，李克老師佢慢慢地聽到自家嘅興趣，後來佢就開始然後結合了種種嘅文藝嘅愛好，比方講綜合性嘅表現在呢個戲劇方面。戲劇，他對戲劇產生了興趣。佢講到當時嘅新竹師範學校有非常多一種戲劇方面嘅社團。雖然一開始佢係參與做嘅跑龍套、準備道具，不過呢，咁樣嘅興趣一本佢後來就開始來創作一個劇本、寫劇本。所以講，對李克一個作家嘅認識，佢係一個非常重要嘅文學家、小說家。不過呢，回頭去看佢早年文學嘅啟蒙，我發現講，一開頭佢所嘗試創作的文本、嘗試創作的文體，包括了古體詩、現代詩，然後一個話劇，所以講係一個非常多元也多方位的一種嘗試。除咗呢條非常多一個先生嘅指導之外呢，在呢個19歲讀新竹師範學校期間，李克佢也養成了一個非常重要嘅關係，就係吃學治學。佢係一個非常善忘吃學嘅人。尤其佢對一種知識嘅嗰種所謂知識的飢渴，就本佢開始養成一種關係，佢讀詞典，他讀各種各式各樣的字典，文學字典、哲學字典、心理學字典，一種讀詞典嘅一種關係，一直到佢老年還係如此。故所對李克來講，佢嘅文學啟蒙唔單止係思想方面嘅啟蒙，在方法上佢也聽到一條樣板性不自家不斷來進步嘅一種方法。